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最強身心》。喺當下嘅呢個時代，好多人討論躺平同自我接納，一邊嚮往自由，一邊逃離壓力。但係不可否認嘅係，當你努力並且獲得成就感嘅時候，嗰種內在嘅喜悅係冇辦法被短暫嘅娛樂替代嘅。所以就算大家口裏邊講緊躺平，大多數人仍然渴望可以突破低谷，希望令自己從做唔到變成我可以再試下。呢一本書就從身心層面出發，做調節同支撐，幫助我哋更好咁迎接挑戰。喺低落嘅時候，淨係靠激情嘅音樂或者口號係冇效嘅。我哋需要理解身體嘅運作，並且學識調節同改造佢。作者山田資生係史丹福大學首席運動防護師，曾經撰寫暢銷書《史丹福抗疲勞法》，並且協助過泰格伍茲、谷愛凌等體壇精英。佢長期研究點樣維持強大嘅心理能量同卓越精神。你或者會諗，如果我唔係從事專業運動，係唔係仲需要呢一本書呢？其實每個人都會遇到要改變現狀嘅契機，而關鍵就在於係唔係有勇氣迎接挑戰。呢一本書嘅核心唔在於讓你事事爭第一，而係幫助你揾到平衡。單純嘅躺平或者內卷都冇辦法帶嚟幸福感，亦都冇辦法掌控人生。如果你希望更加好咁管理精力，喺低谷嘅時候可以迅速振作，咁呢一本書值得一聽。今日嘅解讀將會從3個方面展開。首先，我哋會認識身體嘅血清素同多巴胺系統，理解點樣科學平衡休息同戰鬥，開啟最強身心模式。其次，我哋會學習點樣激活血清素系統，幫助身心充分休息，呢一個係迎接挑戰嘅基礎。最後，針對想努力但係提唔起勁嘅困境，我哋會探討點樣激活多巴胺系統，讓行動力不再受阻。咁我哋正式開始。有啲人積極進取，有啲人滿足現狀，但其實每個人都會經歷挫敗，又或者渴望挑戰。咁係因為我哋嘅大腦之中有2個獎賞系統，分別對應活動模式同休息模式。佢哋嘅代表物質就係多巴胺同血清素。多巴胺主動活動模式提升積極性，推動我哋前進；血清素就負責休息模式，穩定情緒，緩解焦慮，並且影響睡眠同食慾。想像自己擁有2套系統，能夠自由切換，讓身心保持最佳狀態，就能夠兼顧成就感同幸福感。我哋冇辦法直接控制呢一啲物質嘅分泌，但係可以透過行為嚟影響佢哋。例如曬太陽能夠促進血清素分泌，讓人產生幸福感；陪伴家人又或者寵物互動都有類似嘅效果。而多巴胺就會激發積極性，提升專注力，幫助人類喺自然環境之中生存。例如一個見習醫生學習做手術，從縫皮到變成主刀醫生，逐步追求更高挑戰。呢一點正正係多巴胺激勵我哋前進嘅機制。但係長期停留喺某種模式會帶嚟問題。血清素模式雖然讓人平靜，但係缺乏成就感，容易導致想躺但係躺唔平嘅焦慮。而長期處於多巴胺模式，如果缺乏血清素嘅修復，就容易因為挫折而動力枯竭，陷入自我否定。精英人士並唔係天生積極，而係善於喺呢2種模式之間切換。佢哋理解呢一啲物質嘅作用，並且透過行為調節，令到多巴胺同血清素喺適當嘅時機發揮作用。呢一種能力，普通人都可以透過訓練嚟獲得。有啲人可能會諗，既然知道多巴胺同血清素嘅好處，可唔可以直接輸注呢？其實多巴胺藥物主要用於醫療搶救，長期使用反而會抑制大腦嘅內在分泌，削弱人體嘅動力系統。所以透過健康嘅生活方式嚟調節，先至係最有效嘅方法。真正追求卓越嘅人，既能全力以赴，亦都識得適時放鬆。而呢一種狀態並唔係天生，而係可以通過訓練嚟實現嘅。跟住我哋睇下點樣激活血清素系統，維持緊張同放鬆嘅平衡。人體嘅自主神經分為交感神經同副交感神經。交感神經主導緊張狀態，例如工作嘅時候，佢會讓你心率加快，腎上腺素上升；而副交感神經就係主導放鬆狀態，例如瞓覺嘅時候。想聽足本版，
請即參加創業家會員，1年會員每日3蚊都唔使，立即點擊資訊欄嘅 link。